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嘅第16集。我係呢個系列嘅老師 Anissa。上帝管理嘅內容有7個，以神為本嘅管理概念同元素，已經介紹咗5項：計劃 planning、組織 organizing、協調 coordinating、監控 controlling、評估 evaluation。繼續提醒大家，管理過程係屬靈信心嘅旅程，切記唔好踢走上帝，唔好過橋抽板。呢一個係以神為本管理嘅獨特之處，係循環有序，亦都係不斷嘅彼此穿插出現。前幾集我哋學習未必係每個人每日都會遇上嘅，今集個內容就係天天都需要。上集講評估，根據上帝嘅標準審視過往，保守心智，面對未來。換句話講，面對過失或者改進嘅下一步，悔改嘅關口同路口就係做選擇嘅時候，即係第6項決策，或者另一個中文字做決定。個人生活、家庭大小嘅事項喺教會管理唔例外，天天都係有大大小小嘅決定。大部分管理學個核心都有呢一項嘅持續運行，且係不斷喺各種嘅決策，直到係獲取滿意嘅結果。今集嗰個概念同元素係冇需要做一個重塑做一個定義出嚟，但係大家要注意，核心價值係唔可以轉移到去目標導向，或者係以人為本，以己為先。聖經描寫上帝做決定，其實我哋係要學習以神為本嘅管理係有根有據嘅。當信徒決定跟隨基督做咗決策後係理應根據翻基督徒生命嘅核心價值做選擇，去實踐出佢哋嘅生命嗰個價值。整本聖經都話咗俾我哋聽，上帝所喜悅的決定應該做同當做嘅事，就唔好做啲唔應該做而你又要反去做嘅嘢。呢一個係信仰成長嘅一部分，所以要求做選擇嘅時候，首先考慮以神為本呢一個唯一嘅核心價值。當我哋面對現實同未來環境同同工嘅時候，我哋都會做每一個嘅決策，都係向住世界宣告我哋相信個價值觀。決策者做到一個良好或者合適嘅決策，佢有個內在個動力同判斷力，必須有瞻前顧後嘅能力，有悔改嘅心。願意悔改本身就係一個決定。個人做決定好多時候係透過禱告、察問同辨別，為咗事情做決策。選擇本身嗰持續嗰個靈性方面個操練嗰個結果嚟，不斷去搜尋上帝嘅喜好、意願同埋教導。每位嘅信徒都經歷，唔係因為佢崗位或者佢角色或者佢嘅職分，我哋必須係警惕，並且係評估自己係咪以經驗同習慣去做決定。加入咗以神為本呢個核心價值，其實我哋需要刻意嘅操練，將以往嘅習慣改變，需要操練一段時間，做上帝意願嘅決定，考慮個層面同埋步驟，唔係我哋日常選擇嘅咖啡或者茶、搭巴士或者係搭鐵路等等。操練由自己嘅喜好、辦事能力或者目標為本，改變去到以上帝為中心，成全他所喜悅嘅旨意。判別決策嘅時機係以神為本管理同現代管理最大嘅分別。無論係單獨決定或者係做事嘅決策，係必須有上帝嘅參與。聖經提供咗做決定同持續嘅靈性準備嘅。使徒行傳嘅4章31節，仲有5章41至42節係例子。使徒喺早期教會個決策係透過持續嘅禱告同埋領受聖靈嘅引導，上帝可以突發做決定。但我哋嘅智慧經驗嘅能力有限，喺突發嘅時刻做判斷係需要尋求聖靈，靈命係日常咁樣累積而嚟嘅。我哋活咗喺安靜裏面聆聽上帝嘅帶領，操練聆聽、安靜同等候。箴言所講王嘅心喺耶和華手中好像龍溝嘅水，隨意流轉。只係喺安靜裏邊才能夠找緊適當嘅時間嚟行動，而唔被外在嘅壓力或者個緊急驅使。做決定嘅時候，練習先問上帝，自己嘅想法係排第二，聆聽上帝嗰個帶領同自己個答案未必係會相同。聖靈喺其中就係管理，幫助我哋分辨同埋做出抉擇。舉一啲聖經嘅例子，約翰福音嘅2章4節、5章25節、7章30節，耶穌顯示佢關注嘅重點同需要。佢一直係聽從指示，
不作決定，直至到時候到了啦。喺加拿婚宴上，瑪利亞咧就請耶穌解決酒用盡嘅問題。耶穌嘅回答係：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嘅時候還沒有到。其他場合，耶穌提到：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上帝兒子嘅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約翰福音作者記載耶穌基督被出賣，佢哋咧就想捉拿耶穌，只是時候還沒有到，所以沒有人下手。呢啲嘅例子話俾我哋聽，耶穌掌握時機個決策行動，完全係按住上帝嘅時間表同個救贖計劃，沒有係因為人嗰個急切急迫或者個人嘅經歷而倉促嘅行事。呢啲咧都係活在安靜中聆聽同埋行動。另外，路加福音嘅14章28至33節，耶穌教導跟隨佢嘅人：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來計算費用，看能不能蓋成？做決策需要審慎，以免呢個事工咧係半途而廢。以神為本嘅管理裏邊，同樣係會實施計劃同埋呢個資源分配之前咧，必須係進行咗審慎嘅評估，然之後先做決定。否則安咗地基，但起唔到蓋唔到個頂，看見嘅人咧就成為一個笑話。依附上帝做決策係從佢個視覺顧全大局，透過組織協調呢啲嘅步驟，確保咧資源充足。我哋盼望做決定嘅結果都係上帝嗰個結果嚟㗎，有佢撐住。如果我哋做錯咗咧，佢仍在監控同埋評估。其實係幫我哋執緊手尾。小總結嘅時間，以神為本嘅管理做決策係注重揀選同埋實踐生命價值嘅一步。要求我哋放下個人嘅聰明同埋經驗，透過持續嘅靈性準備同埋安靜聆聽，學習走緊上帝嘅時間。我哋以謙卑嘅態度，專心仰賴上帝嘅指引，成就上帝嘅事。最好、最快捷、最穩妥就係採納上帝嘅決定。呢一項經常混合咗喺前5項管理概念同元素一同嘅出現。我哋就唔好逃避舊我嗰個審視，學習大衛被上帝嘅管理，做合上帝心意嘅決定，使用上帝管理完成上帝嘅事工。思考問題，面對道德同倫理嘅兩難嘅時候，若社會嘅標準同規範同基督徒嘅生命核心價值衝突，我哋應該如何依據聖經做決策，為手上嘅工作做決定呢？應用方面嘅問題，如何操練做決定？做大小嘅決定之前，安靜聆聽，讓心如龍溝嘅水一樣，隨上帝嘅心意流轉，而不被外在嘅壓力或者係緊急去驅使。有冇一啲嘅寧靜嘅時間嘅記錄俾自己睇下呢？個人嘅問題，習慣憑個人經歷或者專業知識嚟做決策或者決定嘅時候，嘗試在一個有豐富經驗嘅領域，刻意放下聰明，專心仰賴上帝嘅指引。留言俾我，一起嘅討論。